南摩第三世多杰羌佛说，是法折言15。善知识者，诸语皆收，诸事皆藏，归己为用。失之众，或所益，缘何来？善之本性，为祸而福。列理作己披照，善道养德为祸。一个具有高尚道德品质的人，都是胸怀博大，心襟宽广，好话和坏话都听，好的知识和坏的知识都吸收。好的知识吸收起来，丰富自己的才干，提高自己的能力，为自己所使用，以做对人类有益的事情。而坏的知识就拿来用以检查，对照自己，引以慰藉，使自己不要去犯类似的错误。这样做是因为善知识的本性是为大众而谋福利的，所以为了给大众谋利益，将坏知识拿来作为自己的一种披照，检查自己的错误缺点，有了就改正，从而达到既有益于社会又有利于自身发展的目的。因此，善道称为习养道德，为大众服务的一种行径。感谢您的收看，欢迎订阅、按赞、留言及分享我们的频道哦。